讲一嘴思念的茶，配一片故乡的话，用上亲的母语激出生活的甜。欢迎收听《故乡生活台语诗》。打菜卖葱，一支本担，两脚草人，为着生活转活芳。路边打菜卖葱，虽然小生理，但也有淡薄的希望。一日两日，一天两天，希望有成功的一天。有时风冷，有时霜冻，为着阮厝内大小，一支本担毋敢放。一人啊，一款命，每一个人的度合无相同，阮也认命，大家小项，全精神打菜卖葱。一年两冬，三年五冬，希望有成功的一天。咱今仔日故乡生活台语诗第116集，欣赏的是台南的黄敬莲老师所带来打菜卖葱。顺利去，咱邀请吴家芬老师为咱来讲解这首诗创作的背景甲含义，也有这内底台语文的用字。老师这首诗，伊是写伫这个1988年。伫台湾时报的副刊有来看过，落尾呢，伊收伫《题家那题》这本诗集内底，是伫1991年的时阵。这首诗嘛真好理解伊早咱也是处理尤其做是迄阵农业社会，然后一块土地就家己的种菜种寡菜，即摆若是家己食袂起，就会摕出来卖加减趁寡所费。所以这首诗内底本担，有人讲本担，有人讲边担，有人讲边担，拢有人讲还有一个就是草人，草人大家拢知影咱迄个用迄人来地菜迄原来是拢竹米边的较济，因为迄较轻嘛较环保。咱即摆原来你时间甲过去的这物件能够找到转来过来就是为着生活转活芳。这个转活芳写法转就是咱转动的转活当然是生活的活芳就是门缝的缝转活芳。转活芳这个意思就是找生路这个人伊安尼伫迄个困难当中，伊也是会共款转活芳就是为着要找生路。这首诗嘛是真简单真好理解老师你写这首诗，大家你听的时阵敢无感受到讲伊足成就是用这个乌破梦的迄个旋律来根据这个旋律来写这首诗我也甲老师纠正过老师甲我讲是无毋对。这首诗内底咱迄个一支本担咱算一支嘛草人一脚草人咱人拢算骹一脚草人过来出外人会赶一脚皮箱那个咱以前嘛有讲若要出去流浪你皮箱赶咧对人走赶一脚皮箱拖一脚皮箱，所以皮箱草人咱拢算骹
算开嘛真济呢。咱咱若是一双，咱拢是也一箱嘛，所以一箱。若准国语说一只筷子，台语一卡猪。过来这查某囡仔你真介意是讲男女朋友互相意爱，要甲互相甲定落来，咱是会甲伊挂手指嘛。手指安怎讲？嘛是一卡手指吼。当然，一卡手指的卡吼，咱即摆你写是写做迄落用奇怪的奇迄字毋过这个一卡草人的卡，老师是用迄个骹手的卡吼，两卡草人对人的量词吼，咱国语甲台语伫讲是无啥共款。咱国语会讲一头牛，台语讲一只牛，咱袂讲一头牛哈。一匹马，咱嘛是讲一只马，咱袂讲一匹马吼，听起来就奇怪吼。所以伫即个量词的部分，台语伫使用甲华语是无相共款的而且咱会讲两骹草人草人咱是算骹的，一骹人两骹人这个部分呢，伫个量词的部分，甲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解说。过来有讲到这个组合咱常在听人讲嘛每一个人组合拢无相共组合就是时间甲地点条件拢会使配合甲真拄好。咱就讲这组合真拄好组合以后人讲真拄好啦，拄好啦吼当然组合人就无拄好，咱就讲这安尼无好啦无拄好这个语言也是根据一寡前辈是讲根据着对日语过来说我的组合袂甲拄好，所以这届我无法度参加无法度配合，所以就会变成有这个组合组合两字变写都市的都合作的合都市的都合作的合，咱写做组合，咱台语的用字就用安尼来写。一支本担，两骹草人，为着生活种外芳。路边搭菜卖葱，虽然小生理，但也有阮淡薄的希望。一日两日，一天两天，希望有成功的一天。有时风冷，有时霜冻，为着阮厝内大细，这支本担毋敢放。一人一款命，每一人的组合无相共。阮也认命，大家小项全精神，搭菜卖葱。一年两冬，3年5冬，希望有成功的一天。本担是农业时代做事人非常重要的工具。顺利去，咱邀请高雄的文史专家郑英雄、谢荣祥老师为咱来讲解。德有责，人有志。江浦有一条民谣讲：试过试试试，东岛就来去，来去稳有某，毋惊长山正艰苦。长山的罗汉脚，一双脚夹着一粒叉叉，来台湾拍天下。产能几落角落，拢嘛靠拍拼，靠拍拼的靠一支便当。便当呢，有个所在叫做便当，伊竹仔做，双头有刻色高，伊会使担水、担菜、担沙、担庄仔、担猪血汤、担饭汤，做工、趁食、练小拍，嘛有当时靠便当。一人一款命，每一个人的组合无相共。阮也认命，大家小项全精神，担菜卖葱。咱今仔日故乡生活台语诗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黄敬莲老师写诗，
王家芬老师讲解，贾英雄老师讲解自然文史，吴宇珍小朋友吟诗，专门去电台制作，讲师主持。非常感谢你的收听，咱后一次再继续空中再会。